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4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踏入年底，美股市場維持喺高位盤整格局，雖然累積升幅已經相當可觀，投資者面對一定嘅獲利回吐壓力，但基本因素未見有重大惡化，預料大市會繼續反覆向上。美國11月 CPI 數據意外偏溫和，按年只升 2.7%， 明顯低過預期，核心通脹亦降至 2.6%， 為2026年聯儲局進一步減息提供強力理據。市場普遍憧憬減息週期可以延續，對股市喺高位企穩形成支撐。另外，隨住4無日結算同3無日過後，市場波幅預料會收窄，部分超賣股份有機會出現技術性反彈。通脹壓力明顯回落，加上減息預期升溫，帶動投資者信心回歸。AI 相關股份由早前嘅大幅調整中強力反彈，美光科技嘅業績同前景指引好過市場預期，舒緩咗市場對人工智能主題嘅部分疑慮。下星期科技股有望再次帶領大市重返高位。同時，道瓊斯指數近期走勢明顯好過納斯達克，資金逐步由科技股轉向傳統藍籌股，顯示板塊輪動開始浮現。聖誕假期前，雖然交投偏淡，但喺節日氣氛帶動下，市況或較容易借勢出現小幅反彈，市場動能逐步恢復。不過，外圍因素仍然為市場增添不確定性。日本央行喺12月加息至 0.75%， 創30年來新高，對套息交易構成實質衝擊，可能影響全球流動性同美股表現。雖然聯儲局政策方向已經塵埃落定，但新主席人選仍未明朗，加上人工智能主題仍然需要時間驗證，市場動能間中會出現降溫。臨近年底，投資者普遍傾向收爐鎖定利潤，今年升幅豐厚，一旦走勢轉弱，往往選擇止賺離場。短期沽壓雖然存在，但預計下跌幅度會相對溫和。總體嚟講，美股已經進入傳統嘅年底平靜階段，聖誕長假期將令交投進一步放緩，波動唔會太大。雖然高位調整風險唔可以忽視，但通脹放緩同減息前景仍然為後市提供支持，預料大市會緊貼高位徘徊，直至明年新政策同經濟數據逐步明朗。投資者宜留意日本拆倉潮嘅影響，同時把握個別板塊輪動嘅機會，以審慎策略應對潛在波動。